当数，是多少倍？是多少倍当数？当数那是准备。当时我要有钱子，当时我把不懂你的，下次我从这路。这边去上马路上那些，不知道那是这些学员，以前呢，这个路上嘛。如果咱这些这里那个技术，现在的现这个MO改往上对比看看，就是葫芦东北跑上是叫什么学的下，以前了那时候记不住现在你给下了我他妈的那时候记不住如果呢长城那路去学因，以前了你给下了因是速度，那时候记不住如果长城那路去学因。